欢迎你收听《报道联播网》，我是某某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练是，你的。即摆听到这段节目咧，吼，伫咧空中咧，绝对听袂到。是的。吼，只有即摆咧看电视的你才看得到。无错，规章好好，所以今日咧，咱为什么两个人伫咧现场要甲大家报答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？是。因为讲到吼，这个听讲有一天叫做世界母语日。对，就是2月21啦，吼。为着针对这个日子呢，吼，李港区文教基金会呢，吼，拢有咧办一个活动合作。哦，有影讲台语，因为咱知影讲啊，咱就是爱鼓励大家吼，不准时拢是爱来讲台语。无毋对，不管是甲厝内面的人讲啦，吼，还是讲啊，你做工课的时阵讲啦，对，是买物件买菜对无？讲你的专业嘛是拢会当讲。无错。所以讲办这个活动，就是要互大家啊，吼，不时就来讲台语。有即个习惯来讲台语，讲咱家己的母语对无？啊，台湾人当然嘛是爱讲台语啊。是。所以咧，讲到伊即个名叫做有影讲台语，这都是有学问的。为什么咧？因为咱讲台语啊，吼，就是唔通干那有声，吼，咱嘛爱有影。所以咧，即个就是讲吼，听到这有影讲台语5字，你就知影讲，你会当家己的手机啊摕起来，因为即摆每一台手机啊拢有迄个录影的功能，对无？咱就家己咧，录一支即个影片。趣味的影片内面咧，你全部自头到尾拢是讲台语，一字华语拢莫用。对，这个影片的长度就是拄好是世界母语日的2分21秒，安尼对啊。做一个纪念就对啊啦。对啊，所以就甲这个影片咧寄去李港区文教基金会来参加这个活动合作。有影讲台语即届咧一共分3组，看你家己是要即参加倒一组拢会用啦。无你讲是生活应用组，也即讲即个理念传达组，也即讲是牛人组。那掠出讲你家己感觉讲家己是足牛的，你就参加这个牛人组，对无？主要就是伫咧2月初5为止哦，所以讲时间真正有限。是啊，骹手就要较紧的啦，紧甲手机啊摕起来。有奖品对无？有参加就有奖品哦。是若是详细内容咧，会当上这个遮。无拍字吼，李港区台语文教基金会看得到，还是讲小等你嘛会当看到因的这个网址拢会当看得到。是，你来参加哦，等你来摕奖品哦，奖品就大奖哦，台语赞哦。